一张一张的相片，拢是消防员替家己的工作权益所争取的记录。由基层消防员组成的工作权益促进协会，伫今年成立满10档，以火为设定概念，用无同的议题，包括人力工时、业务滥用、基层民主甲消防顺职，做一场展览。从今年开始的工时新制，那在我们的工时人力的展区里面，其实就稍微和民众说明清楚了，和民众说明说，我们工时人力的制度未来将会朝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调整，以及我们在2019年消防法的生命三权修法，那对消防员的权益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进步。那包括说生命三权修法里面，包括说资讯权、调查权以及退避权。那在现场如果已经没有这个抢救民众在受困的话，那其实消防员是可以进行撤退的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那里面也包括我们殉职的主题，从2015年的新屋大火到我们最近2023年的屏东殉职案等等的，我们也都有做清楚的展示跟说明。协会伫这非常有意义的第10档，以展览的形式来讲述创会以来的艰苦。市长王伟体也特别前往参观，指出对着消防制度的改革是市府爱努力的目标，让消防员会当放心为市民的安全来努力。今天公祭，明天忘记。事实上，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消防员他付出的，不管是伤或死，其实都应该要得到社会的重视，进而对于制度的改革，包括任务的单纯，包括执勤时数的一个合理化，也包括装备设备、人力的调配，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情。不管是修法，不管是不管是释宪或修法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。展览为今仔日开始，伫台南无缘公会堂展出到7月30号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社会各界看到消防员工作的无同面向，并了解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